他说打通吗？那就那好的。那么我这边继续首先要问候谢谢那年来观看和好说听闻谢谢新巴的这这个次春那个季课现在程、我那春末春季课程的他们所有那边僧团嗯大众，不干啥的，甚至学的，还有通过网络观看但呢的所有的今天呀啊，法友们大你这里家好。说吃不了呀？打卡上，那么我这边那呢说了个那么举不定吧？我们在上一今天呀堂课学到了中呢，点啥子的，我加上举们讲不定呀，解了世事法五十越狱了，颂的第17颂。越土也不得。那但越依狱了这照宗喀巴里呀，大师的科判嗯，哦，那这是属于那你那这献供的个要切的往哪部分。打米呢？在献供呢，嗯的，就是那这个如何要切米呢？对于上师修恭敬，有几个七，部分，其中第一个是献供。我这边他写都原语啊，原是说就米为吹，贴点切呗，贴吧，均那匀的，不么送上去。献供呢，又可分为4个部分：以献供净除不恭敬的方法，打卡上，献一切所摄受他写他之物的写你吧，方法，如此献供的合理他写他们依据，的你吧，以及恒常你吧，守护30句的你吧的，方法。说了个举我了啥子，们在你吧上一堂课当中也是不得。讲完了前面2个部分，打也就这样，是第16还有第17个颂文。嗯，就是想把个月给到底给个哪个呃，的呀？我哪个送业们的？固定业吧，也他们同时结合那了弥勒我这边菩萨贴吧，在《大正庄严经论》中的，的内容，就啊，是对不对呀？应以你那个恭敬、我那那么供养、就在承事他的，及修行之道来亲近善知识这样的内没有容啊，来打这里讲解我去年那么透过我这边供养依止上师的打原语了，方式的这我个部分。都给学都是你，那么今天接下嗯，来，我们将打继续其他的讲解打卡上，《世事法五十颂》中关于哦，这个献还供的，这个部分。啊，那么献供有分4个，那前面2个讲过了，所以我打这们进入是，唐不尼的，唐不的，你不的虚实不切，打这里的啥子？所以进入的是第书不了，3个部分，这点也就贴了切是啊，贴了，呃，第一个是吧？如此就啥子？献供的合理依据是什么？打这样，呃，第一个打直接的，打就是多，这也就是第18个颂文的这里给我内容。瞧啊你，如是上面献供之发言写理正哦，个就是商业如此献供这的点了，合理依据哦。这点了，它的这里颂文，面的点儿话切啥？投影出来这是宋朝的一个翻译哦。打这样，那我们这那没给次狗又干口译的用的比西方的较是多的打，近代一个翻译，这个它叫那么我这“是故无边讲的，数句之节，那但极难获得是大爵位。干不得了若有呀，具足请精进，第一次见的送给为必给的，于现身能赐予”等等。给，呢，那么了，打不得那么，给的，总之关于这一段给，哦，在先跟真释南中啊有提到那么的呀，先来拉不得给，解释特别服给侍，贴不起，就是侍奉上师的理由。这里就送下，那有这样一段这原就不到的请很清楚告诉我们求的这说，些为呢，这一段是在说明为什么应该要打工的特别切不能行，恭敬侍奉你上师的前头有话原因。打讲的说是一个文案艺术，那针对这个部分，这个颂文，就切那宗喀巴大那么师他的贴不的啥子？注解当中是等下写到，来先那么切米需要呢，将自己打讲的献为仆人，跟真以至直接的诚前头侍奉上师的这理由是什么呢？直接送下，有这样一段话，然后在说完之打这后，宗喀巴切大师还引用切了《世事法五十颂》的，打就是这一直段颂文。接的个难度都有虚名呢，打这样他妈那么接那这着，个过高我们了虚简单名呢，的讲解一下那现这个这个过高的颂文的切为呢，大意。我们首先依据这个印度注解看起来是的啥的，就在内容，谈了点的写为呢，所以这句里面这个颂文里面首先提到事故无数句之节事故这表示了原因高啊都由于这个原因。切吧切不打高啊的东那西，接着我有一句叫也不极难获得大爵位，那这里的极难获得呢，是指因为需要承受很多的考验、痛苦，你才能够获得，所以说是难以获得、极难获得。再有一个词叫做给把桥从那世间呢，它这里空的指的就空度是就众生。这些，那空的空度就为给，那长的那如果问说要多长的时间，给把的，那可以桥啥的，获得这样的果位哦？那么这个桥啥的这个这个大爵位呢，经文中这里说无数句之解，那句指这个词哦，是指这个数字哦，从低到高每，它有可以说是10倍增长的3年了几年级，的2届了几年的级，用这个东西。这样的第8位数。
总之，继续计算下去的话，它是无法计数的，所以称为叫无数哦。所以无数俱之节。就呀东桥啊，个这就呀东去 boom。所以有个，比如说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千万等等等等。啥桥啊？其他桥接的字也并不长，长的给我音送多。这样木腿地长个的被木腿的长不呢？俺那长没办法的，长的出去他妈的长面塞的吧，地方都长样的。所以由于它继续计算下去的话是没有办法计数的，所以前面叫做无数，所以就无数俱之节。所以由于它又是无数又是巨指，所以称为叫无数巨指。所以总之就是无数亿节哦，很长的时间有这样的意思。那么根据显称波罗蜜多称的传统，一般会说要经过3个这样的无数大劫才能成佛。那大劫的这个计算方式哦，大概是什么呢？那么，那这里首先讲到大乘小乘里面在计算的方式是有一些不同，比如说对于所谓的大劫啊，很多这些它的方式都是不太一样的，所以详细来说就不仔细多讲了。之后有机会可能再讲一下这个大劫哦，它本身是什么意思。所以总之呢，接着这里有提到说大觉位哦，就是佛的果位。那大觉位这个佛，它指的就是具有3身本质的佛陀果位。接着宋文中有一个词叫做宋朝的翻译叫勤修行，勇猛勤修习哦。那另外一个翻译叫做具足勤精进。那所以具足勤中的这个勤，它的意思或者说精进，它就是以恭敬心持续不断的修习，具有这种品质的人就称为叫具足勤。那对于这样的人呢，于现生能赐予，就是说在此生中就能赐予成佛的果位。关于上面我们谈到这些要点哦，那么的一个概要，所以宗喀巴大师在注解中就有一个概要总结，这样子说，他说，因为在这个金刚乘的法门当中，能在今生赐予他人，即使历经无数具之劫，也难以获得这个佛陀果位。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必须如上所述的，令上师欢喜。那这个果位是赐予给谁呢？是赐予给那些具备非常勇猛、精进还有努力的殊胜弟子。那么，总之上面这个颂文啊，第18个颂文，主要是从供养的角度，或者说跟献供相关的内容来讲述的。但实际上，这个颂文它主要揭示了，告诉我们这个透过财物供养、恭敬供养，还有诚实供养来依止上师的重要性。那甚至也表明了说，为什么要舍弃自己的生命来依止上师的关键在哪里哦，都讲到。在大乘经典中，我们会看到都很强调善知识的重要性，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如果没有善知识的话，我们是没有办法了解成佛的方法是什么。但是呢，在密续当中也有谈到，更强调说依止上师哦，而且会说比在经典中或者说显称当中更为重要的原因。那这个原因是什么？为什么在密续当中更重视上师呢？是因为在显称或者说经典的传统中，虽然依靠善知识可以获得佛果，但是无论说是首先立根的菩萨，还是需要3个无数劫。
那或者说3阿僧祇劫，中等根器的人需要7个无数劫，7个阿僧祇劫，顿根者需要33个无数劫来累积资粮，尽除罪障，才能够获得这个果位。但是呢，依靠密乘的道法，就可以在今生，或者说最多16世或者60世之内就能获得佛果。那为什么能够这样子达成呢？成就佛果呢？这主要就是依靠上师而成就的。所以这样的一个重点不仅在很多的密续典籍中都有说明，过去的祖师大德也都有这样开示过。这里就讲到在一生，然后在一个身体一生当中一个身体中成佛这个问题。虽然一般关于譬如说依靠显称的方法能不能够在一生当中我们这个身体透过这个身体修持而成佛的问题是存在争议的，但主要讲到一生中成佛，主要是以无上密续的特点而闻名的。就像让众多解方让众多解他写的《甚深内义》当中就有提到，利益众生菩提行，须经3大阿僧祇，此处殊胜方便道，教比波罗蜜多境，是行持法善巧者，虽具人须60身，余切行者16世，无上密乘唯一身，精进修者定成就。所以总之这段内容就说明，波罗蜜多乘显乘需要经过3个无数劫才成佛，而在密续中有4部序，其中的依靠世序和行序，可以在60世成佛。那么依靠余切序，可以在16世成佛。若依靠无上密序呢？然后具足精进的人，可以在一生，然后而且是一个身体一生是首先生是今生，然后在这一个身体中成就佛果。所以具足精进的人，就是依靠无上密续具足精进的人，不仅说可以在一生当中成佛，甚至会说是在这样的3年3个月的，或者说3年3方的这样的闭关的时间内成佛的。当然呢，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主要也取决于这个修行者这个他个人的智慧程度，还有他精进的程度。但无论如何，这主要都和无上密续它本身特殊的方法，还有传授这些法门的上师有着很重大的一个关联。所以首先能够进入密续之门是上师的恩德，然后进入密续后获得成熟的观点和解脱的引导也是上师的恩德，然后证悟功德的增长，还有不受修行过程中魔障还有各种障碍的所干扰和控制，那这一切主要也都是上师的加持还有恩德。最终到了成佛的时候，他也是依靠上师而成佛的。所以呢，没有比上师呢，可以说更具备恩德的了。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们在许多上师的传记当中，你都会看到，当他们这修行者，他发现自己的证悟功德有进步了，有增长的时候，他们更会，他们对上师的信心就会更增加，然后他们会念诵上师的祈请文，还有各种的道歌来意念上师的恩德。我们都可以在很多祖师的传记当中看到有这样的记载。所以我们对于像生育我们今生的给予我们赐予这个身体的父母，我们是有很深的感恩之情的，同时也很重视他们能够不只是
养育我们教育我们，帮助认识这个世间。或者一般来说，我们对于今生的世间的伴侣，所谓的伴侣，无论是朋友，或者是这个夫妻之间，总之伴侣无论我们相互之间互相给予了多少的这样子的再深的这个情分但是这一些呢，都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只是帮助到我们今生的现在的这个身体而已。很难说对于来生呢是有帮助的。甚至如果说这个关系不顺了，那很难说，对于今生是有利比较多还是弊比较多，是不知道的。然而我们看到师徒的关系，如果说我们能够依靠一直到至德的这样的上师，在今生中彻底断除痛苦，而且能够得到无上安乐的佛果，那真的是在这世间里面来看，没有比这个更具恩德，或者是更令人可以说感到不可思议的事了。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来思考，可以知道世事法五十颂，我们这次谈到的依止上师的方法，它是符合真实情况的，确实对于今生和来世呢都有帮助的。就算我们依止了上师、修持等等在今生没有获得这个佛果，但是我们因为已经进入了金刚乘这样甚深的道法，我们有很大的希望能够在未来的几生之内就能够成就佛果的。所以，既然我们有这样的因缘依止到了如法的上师，我们心中也有所这样的期待和也真的有这样的机会所以我认为我们都应该尽其所能的正确的好好的依止上师，还有要守护誓言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好，那接着呢是恒常守护三世句的方法。那这里有3个颂文。首先推出来的这是第一个，这是第19个颂文。然后投影出来这个是梵文、藏文、中文、英文的一个比对。所以这个部分就是我们要恒常守护3种誓句的方法，有3个颂文。所以这3个颂文呢，主要是透过供养的方式依止上师是和这样的内容有关的。所以3个颂文当中的第一个颂文中说明什么呢？是说到作为修学密咒的瑜伽士一个修行者，如果想要时时刻刻好好的修持，主要有3件事情是需要做到的。第一个是什么？就是要恒常守护三昧耶戒。第二个是什么呢？是要恒常的供养诸如来。接着第3个呢是恒常要向上师奉献贡品等等。那接着另外几个颂文呢，剩下还有2个颂文呢，是特别强调什么内容呢？是说在这些修持中，尤其是透过向上师奉献贡品等等这些方法来依止上师是最为重要的。
同时呢，后面几个颂文也详细解释说，应该要献上最好的贡品，还有最殊胜的供养，来供养上师等等一些细节哦。所以这是主要这3个颂文大概的内容。那接着，我想每一个颂文，再深入的解释一下。那第一个颂文，我们首先依据印度的注解来看，在印度注解中是这样说的：恒常守护自事具哦，这个意思是说，弟子应该要时时刻刻的要该做的事情是什么，就这个。那恒常就是说持续不断，也就是说，这个三昧耶这个誓言需要在任何时刻都要依循，还有守护的。再来这里，他解释到如来是什么意思呢？因为颂文有提到说，恒常供养诸如来嘛。那如来是指那些已经如实而去，然后又如实而来的人，或者说呢，如同为了利益众生而去，同样为了利益众生的利益行事后又返回，所以称为如来，也指的就是诸佛。所以应当恒常，就是说要每日以各种供养来供养他们。另外呢，接着有提到要恒常哦，第3句是说亦恒奉献其上师哦。那也就是说恒常，也就是说一切时间，上师就是阿舍离，那奉献就是布施贡献等等这样的意思。那接着这里有提到一个问题，既然已经前面提到供养了诸佛菩萨了，就是供养诸如来了，那为何还要在下一句，为什么还要说向上师奉献呢？所以总之，后面这句此呢，指的就是上师，一切佛就是所有如来，此一切佛同等，所以意思就是说，上师和一切佛是同等的，所以有这样一句话哦，此与一切佛同等，或者就是宋朝的翻译叫等同一切佛，它的意思就是这里这个意思。那这一部分就是为什么上师和佛是等同的呢？印度注解中还提到了几个理由，但我觉得这些内容、这些理由比较适合在后续我们会谈到世上是如佛这样的主题时再更深入的解释哦。所以之后我们再详述。那接着呢，我们来看宗喀巴大师他的意趣是什么？他对于这一段他的看法是什么？那首先根据宗喀巴大师的这里的解释哦，他提到自身本尊的身语意于切就是三昧耶，然后应当要时时的守护。然后恒常守护自事具哦，这一句宗喀巴大师的解释是说，自己本尊身语意的于切即是三昧耶，应当恒常守护。那恒常这个词哦，就是极尽论师解释说是无尽的善业的意思。守护的意义呢，就是要助于戒律，而且不退转。那针对这个部分，第7世法王噶玛巴屈扎嘉措他在解释有一段内容说，我们需要守护身语意的三昧耶戒的方式的时候，他提到了知识宝藏当中3律仪中持明咒律仪部分有这样一段内容。他提到，由于一切众生都具有身语意金刚的本性，因此，身语意的3戒是指什么呢？就是说不轻视属于6道中任何，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的身体，这就是身体上的三昧耶戒，叫身金刚三昧耶戒。那什么是意金刚三昧耶戒呢？是指说不以这种恼悔就是等等这种分别念扰乱自己和他人的心，然后而造成痛苦，而引生痛苦等等这就是不这么去做，那这就是意金刚三昧耶戒。那什么是语金刚三昧耶戒呢？是说远离粗语，这种很粗暴的语言是不能说的随时呢都要以悦耳之言
不令他心转变，而且要使他人的耳根愉悦，这个就是与金刚三昧耶戒。这里提到说，接着提到一句说，此呢跟金刚心庄严等等众多序部中所说的一致。那所以你看到这里就提到金刚心庄严序哦，其实这一部序典是施施法50颂引证最重要的序典之一哦。所以我觉得这里在解释到恒常守护自视句的时候呢，引用到知识宝藏里面这一段出自金刚心庄严大概的内容来解释，我觉得是蛮适合的。所以这里我们谈到依止上师很重要哦，就像是依止上师很重要，同样守护三昧耶戒也同样重要。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因为密咒三昧耶戒的根本就是系于这个上师的，而且我们会说，如果不好好守护三昧耶戒，你也就没有办法做到真正的侍奉上师。所以，我们说依止上师还有守护三昧耶戒，两者间是有很紧密的关联的。而且我们也应该有一个理解哦，就是说这两者你是不能选择说谁轻谁重的，而是同等重要的。再来呢，有一句说恒常供养诸如来，那是这里所说的呢，就是供养金刚萨埵等等坛城。那这里会提到一个词，就金刚萨埵。那首先，金刚萨埵这个词，你会看到很多场合都会用到这个词，但这里呢，主要是依据无上密续的观点，所以这里的金刚萨埵呢，它指的是六部之主的金刚萨埵，其实指的也就是这个持金刚哦，金刚总持的意思。所以呢，恒常供养诸如来这一句，我们可以要理解说，就是修持密咒的行者要恒常的，要请坛城本尊集会为福田镜而向他们供养，或者依照坛城仪轨、预备阶段啊、正行等等这些次第进行坛城仪轨。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尤其我们很多人，尤其僧众们，我们会修持很多的这种很繁复的这种叫做修持供养的法。但其实，在很多上师的升起次第的论释中都有提到，弟子应该要尽可能的这个广大的、反复的进行这个供养跟赞颂的这些支分的修持，这是最殊胜的圆满资粮的一个方式。而且呢，依靠坛城修持而反复接受灌顶，这也是清除破损三昧耶戒最重要的一个方法之一哦。这里我想分享一段故事，是帕朱嘎举的一个上师叫涅玛索难港村，他有记录他的一个修行备忘录，这里面提到，他曾经接受过喜金刚鲁伊巴传承的自入灌顶230次，还有喜金刚那洛巴的传承的自入灌顶180次，还有喜金刚灵派传承的自入灌顶350次。这些都在哪里有？这段是出自哪里？是有一个叫《洛荣教法师》中有提到这么一段。这只是一个例子，我主要借由这个例子是在说，我们可以看到过去藏地很多的这些上师和僧众啊，他们都会进行过这种无数次的坛城修持，还有做广大的这种供养。那我想这也是为什么不止噶举派，各个教派寺院中，过去来讲到现在都是我们会很强调要举行众多这种坛城修持供养的原因就在这里。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接着第二个颂文是第20个颂文，
就是若于己所有，最上诸真万，求无尽菩提，诚心而奉献。接着投影也是梵文、藏文、中文的投影等等。那这个颂文呢，我们也是首先依据这个印度的注释本它是怎么说的呢？我们看一下，它主要说呢，这个颂文是为了激发我们对于上师的奉献的热忱而说的一个颂文。这里面有首先一个叫诸真万，或者说还有另外一个翻译是若彼若此有这样一个重复的一个用词。总之，诸真万或者是诸这个等等这个词它指的就是各种的譬如说物品财富粮食等等各种事物。所以这里就是若彼若此就中文就只有一个诸这个等等这个词，但藏文里面就是若彼若此，就是有很多很多的那种是各式各样的有这样的意思。再来一个这个词叫堪乐意。这里主要法王解释到，在藏文主颂里面的释法五十颂的颂文主颂里面是乐意用了一个词，然后在印度的注解当中用的是另外一个词总之不太一样。但总之呢，堪乐意它指的就是我们要供养给上师的东西是能够让他特别欢喜的事物，意思就是说上师本人会完全欣喜接受，有这样的一个意思。所以主要这里是说是不是这样的供品能够让上师欢喜，是这个意思。再来少分呢，是指说没有特定说明的一个量。然后再来至极殊胜者，是指那些特别珍贵的事物等等。那等下在印度注解中接着提出一个问题，这样子奉献它的目的动机是什么？所以这就是颂文所说的欲得无尽真实者。那所以欲得无尽真实者，那我们是因为要这样的目的跟原因而奉献。那要得到的真实是什么意思呢？指的就是指的是那些让上师欢喜的或特别珍贵的事物。那总之，无尽是指无量的东西，欲得呢是指渴求和寻求，就是弟子所做的。所以这段这句的意思就是说，无论弟子向上师奉献什么样的物品，这些物品在今生和来世都不会耗尽。那么再来，宗喀巴大师的对于这段的解释是什么呢？首先呢，无尽的真实性就是说获得之后，所谓的如虚空般恒久不灭的法身果位，就得到了这样的果位。那追求这个果位的弟子，
应该将自己所有一切的贡品，那所谓的一切的贡品呢，从稍微会让上师悦意的，一直到非常非常殊胜的，总之所有的贡品全部都要奉献给上师。然后上师呢，也应该为了断除弟子的这个贪着而接受这些供养。然后在桑布扎序的第二品当中有提到说，所有喜爱之物品，以无所求之心意，比比一切奉上师。那上师一直大悲心，为断弟子执着故，以利他心而摄受所以这一段你可以看到，就是身为弟子，我们有的时候会对于有些东西还是会贪着的这个是我很喜欢的，不想给出去的。但这个时候我们就是应该把它奉献出去然后上师为了弟子，帮助弟子断除这种贪执，也应该摄受这样的供养。好，那接着是第3个颂文从印度注解来看，那这个颂文是施佛阿舍离念念常增长，是最胜福田，速得菩提果。所以按照印度注解我们来看，他提到说，若能于此，有这样的一个字句它是解释无尽的这个理由是什么？这也意思就是说，供养上师就是若能于此所谓它为什么是无尽的理由是什么？因为供养上师就是供养一切佛陀或所有的如来，有这样的，就印度注解有这样一段解释。那么我们可能会有一个疑问上师跟佛陀是不同的那为什么说供养上师就是供养一切佛陀呢？因为颂文中就有提到说，供养上师跟就是供养一切佛陀。那原因是上师跟佛陀是不可分的。那当然最主要的是本质上不可分，但是在形象上被描述为还是一个不同的，但是本质上是不可分的。然后接着注解中再解释说，那供养的目的是什么呢？同样颂文中有谈到若能于此等等有这样的词指的就是说，如果能够这样供养给上师，或者说透过这样的供养能够让上师欢喜，那么就能够培养和累积这个福的资粮，并且因为得到了这样福的资粮，所以呢就能够得到悉地所以颂文当中也有谈到悉地就是成就。那悉地有2种是共同的，或者说殊胜的，还有殊胜的。那这里特别强调说是胜殊胜的胜，那它主要指的是以大手印成就以及圆满正等正觉的这个悉地这个成就。好，接着我们再看一下宗喀巴大师他的解释。他提到说，这是第3个颂文他的意思是说，透过这样的修持，它有什么样的利益呢？是当弟子恒常供养上师，
它就等同于恒常供养一切佛陀，就能够因此能够圆满福德资粮。那因为积聚了广大的资粮，所以就能迅速获得最胜的成就，就是佛果。那更不用说其他成就，当然也是会得到的了。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说金刚阿舍离上师哦，被说成是积聚资粮的最胜福田。那么同样，宗喀巴大师注解中还引用了五次第的一段内容，说：舍弃一切诸供养，专心致力供上师，由令师喜而获得无上遍智胜智慧。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不需要其他的供养，只要专心致力于供养上师，令他欢喜，就能够获得这样殊胜的智慧。同样呢，在宗喀巴大师的注解中还提到说，从这个第15个颂文，就是是故一切勤勇者，到资粮令得胜悉地哦，第21个颂文，他提到说这几个颂文当中，除了第6个颂文之外，其他的几个颂文呢，都是出自于什么呢？出自一个叫圣乐的出序哦，这样的内容。所以因为你会看到在圣乐出序当中啊，并没有这从第15到21个颂文的有7个颂文的第6个颂文是没有的。同样，宗喀巴大师还提到，他说，就是从第15颂到第21颂啊，这7个颂文当中，他提到第1颂还有第5颂还出现在另外一部序典，就是密集金刚序典的第13章当中。也就是说，我们这次讲到这几个颂文呢，宗喀巴大师他找到了他的主要的原文是出自哪里？总之呢，我们这里可以做一个总结啊，上述讲的内容做个总结，就是说，无论是我们自己喜欢的财物东西，或者说是能够让上师欢喜的东西，或者说任何像珍贵的财物，很珍贵的这些东西呢，我们都应该要尽己所能的供养给上师。当然，这里呢，最主要是从这个财供养的这个角度，来讨论如何依止上师。那讲到这样一个内容的时候，我们也会了解到说，也会谈到一个情况，就是我们在世间上，我们想要帮助别人，比如说，方法是很多的，但在很多时候最重要的一种方式就是什么呢？就是布施哦。因为我们这里谈到了以财富来供养这个角度嘛，来讨论依止上师这个部分，所以我们想到说，在一般帮助别人的时候，也有谈到布施是很重要的一个方式。就像月称菩萨在入中论中就有提到，彼诸众生皆求乐，若无资具，乐非有。知受用具从师出，故佛先说布施论。所以就像月称菩萨他就提到这个布施是很重要，帮助众生得到快乐。如果他们没有这些东西的时候，他们就很难得到快乐，所以要先从布施开始。就像是这个道理哦。同样，我们现在在讲师徒关系的时候，我们对于一位真正的具德的上师哦，我们也要了解到最能够令他欢喜的并非财物的供养。那其实学生我们能够为上师做的事情是很多的。
而其中呢，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其实就是依教奉行，就是上师教授的法要，我们能够去实践它。当然，但是还有其他很多方法，暂时上来说，很多能够让上师欢喜的，或者透过依靠上师累积资粮，或者因为要报答上师恩德的这些最佳最好的方式是什么呢？还是这个奉献供养。所以世事法无事颂中，你会看到有很多很多内容都是关于说要供养上师这样的内容的。那另外一方面来看哦，这里讲到了很多内容都是说要向上师供养很多东西贡品，这好像也变成了上师他累积财富的一种方式。那结果有些上师和这些阿舍里好像在收到了很多的这些供养之后，似乎是过这种安逸的生活，也变得很放逸懈怠。这看起来就跟佛教所教导的，我们说少欲知足，还有不落入贪欲，还有苦行这两边的教导，并不符合。而且呢，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上师过着很舒适的生活，结果弟子却过得生活很艰难。这种如果是这样一个情况，那看起来呢也不太对哦。所以这些问题，我想大家也都很清楚，可能也都有都知道的。所以对于这一点哦，就像前面有谈到的，即使说是一位上师，或者说一位转世祖古哦，转世活佛，他们呢透过这个，比如说供养施舍的方式，他获得了很多的供养。那很重要的是，他们应该要很这个叫做适当的有意义的去使用这些东西。而且最主要，因为施主们为什么会供养，他有这样供养的行为，也是他们希望透过这样子能够累积自己的资粮。那这也是有益于佛法和众生的。所以我觉得在现在这个时代啊，就从整体佛教和师徒角度的关系来讲哦，这都是我们要很清楚认知到的一点。所以也像是我们之前也谈到过，就是世事法无事颂中，它引用很多密续典籍的内容，譬如说这里有谈到很多，就像刚刚谈，就是叫上师供养很多贡品这样的内容。但这个前提都是上师是要具足条件的上师。那他指的上师，什么叫具德上师？是他是不会贪着财物的，而且他会只想着怎么样利益到弟子的，还有帮助弟子专注在修行上的这样的上师的，这就是所谓的具足条件的上师。所以如果是这样的一位上师，无论他获得多少的供养，他都会依照佛法，然后正当的去使用哦。举例来说，在这个直供三界护主吉田颂公他的一个传记当中有这样的一段内容。那这个传记是出自一部佛教史，叫《洛桑佛教史》。总之，这个传记里面有提到，就是说，当时就记载直供吉田颂公，他除了法衣三件法衣还有钵之外，他对任何物质都没有贪着。但是呢，他还是会看因缘，譬如说在安排要田地、意愿和物质的因缘等等，就是说，总之还是有会接受这些供养的因缘，就是为了要满足施主的心愿。
然后或者说要接受这些物质，所以为了要广泛成就自他的利益，总之他在过程中不会浪费这些资源，而且他也会很清楚的教导别人该如何正确的来这么做。所以简单来说就是，如果说是这样一位具德的上师，所以无论我们献给他什么样的东西，呃，都会比自己保有这些东西是更有意义的。呃，像是我们每个人可能都会有一些非常贪着的东西，放不下的，给不出去的。但是，当然这里前提都是这样一位具德的上师。那如果真的我们医治到了，那这时候如果我们也能够舍弃这个东西供养给上师，这就是我们一个机会能够舍弃对于这些财物的一个贪着，而且因为这样我们能够获得今生获得解脱，还有佛的果位。所以这都会比自己还保留这个东西更有意义的。所以，如果说师徒的关系是这样子的具德的上师，而且也具备条件的弟子，如果是这样的师徒相遇了，那么就真的就能够符合像《施持法五十颂》当中所说的我们弟子这样的弟子就应该要从财供养，还要从尊敬，还要从尘世，还有透过自身的修持各个方面来善巧的医治上师。不然呢，相反的，如果说这个上师不具德，他只顾着，过着自己舒适的生活，他也不修行，不持守戒律，甚至不守密乘的誓言，然后还奴役这个弟子，然后要他们为自己聚敛钱财等等这些，那这样子就不是佛教中所说的合格的师徒关系。而且呢，就像很多的论点当中都提到，如果是这样的一种非常不健康的关系，就应该要像毒药和地狱一般的赶快的离开。我想这些序典当中都有谈到，大家都可能知道的。那么，同样在宗喀巴大师他在《菩提道次第广论》中也有谈到3种令上师欢喜的方法。在讲到这一段的时候呢，他有这么一段，在谈到对于财物供养的部分，他提到说，有位拉索瓦说，如果你有好的东西，却贡献了不好的却把不好的东西贡献给上师的话，你就违背了誓言。但是，如果上师对此感到高兴的话，或者你只有比较不好、差一点的东西的话，也是没有过失的。然后接着还提到，这是从弟子的角度来说最好的累积资粮的方式，因此要这么做。从上师的角度来说，上师不要太注重这些事情。而且宗喀巴大师还引用了夏热瓦大师的一句话说：“所谓上师呢，是指以修行令他欢喜，而不在意微小的财物的供养者，这就是所谓的上师。如果相反的是，他不喜欢，他对于弟子的实修，他并不感到欢喜，而很在意你怎么只给我，没有给我最好的东西。如果是这样的一个人，他就没有办法成为引导弟子解脱的这样的上师。这是宗喀巴大师他引用沙拉瓦大师有这么讲过。
然后接着呢，那么这里要谈一下，具德的师徒之间应该要如何互相的进行供养还有尊敬呢？这里有一段出自第80房米觉多杰的白段教言的内容他提到说，总之呢，过去噶举传承的祖师们，在依止了根本上师之后，无论拥有什么东西，他都不会带着我执。总之，他只要弟子一旦得到了这样的东西，他马上就会供养给上师。那弟子的心中总是想着，他说啊，我之所以会得到别人给我这样的东西，也都是因为上师的恩德，所以他会说，所得皆来自上师。那所献也都奉献给上师了，这就是他们身为弟子的一个决心。那么前面这一段主要是指上师在世的话，他们会这样子不断的供养跟表示尊敬。那如果说他们的根本上师已经不在世了，他会将当下所得到的一切，他会比如说供养给法会啊等等。然后甚至里面第80房还提到，无论饮食好坏，在饮用一杯清水之前，也会要先供养上师，然后呢才会自己简单的喝一口。然后甚至说，任何一个贡品，先拿到的话，它也会甚至像一个水果好了，它这里举了某一种水果，它也会朝着它的正面，像朝着上师的方向摆放着。还有呢，他们还有一个传统，就是都会像线上像是念珠啊，或者说很多，总之都是要求非常干净，这个念珠也都不能脏等等，总之这一切会供养出去的。所以这是你可以看到过去的修行者他们的一个观念，就是当他们得到任何一个贡品、任何一个东西的时候，他们首先都会，譬如说发一个愿说啊，这要感恩三宝，要供养三宝。然后你可以看到过去佛制戒里面也有提到说要很注重这个信施会说这个信施难消。那无论是这个无论他得到任何一个食物，不管是很丰盛的一餐，还是只是小小的一颗水果好了，他都会做这样子的一个想到三宝，想到上师做这样的一个供养的。所以总之呢，他们会将所有的供养累积起来然后如果上师还在世的时候，就会直接供养给上师。那如果不在世的话，就会供养在上师的圆寂纪念法会。举例来说，当这个法王杜松钦巴他第一次拜见这个冈波巴大师的时候，他当时也没有太多的供养，好像只有几朵花，还有几块这个布料而已。但是晚年呢，他就到了康区弘法，那就是杜松谦巴他的家乡康区弘法。那么总之佛心事业也变得非常广大。这时候他就得到了很多的供养，
那么那个时候，虽然他都已经70多岁高龄了，他还是会带着这些供养返回到卫藏。那最主要原因就是为了要供养给他的上师冈波巴大师他的寺院。所以当时你看，这个杜松庆巴从康区呃回到这个达拉冈波，就是冈波巴大师的住席地哦，应该是第二次到，总之要回卫藏的时候，他也到了这个达拉冈波。那总之，当时的冈波巴大师还有拱崔这2位上师都已经圆寂了。但是杜松前巴还是在达拉冈波，就是冈波巴大师他的这个修行的地方，这个寺院这里，他供养了非常多的东西，比如说100部的经的经义经子所写的这个经函，然后还有100头牦牛、100匹马，还有很多松石这些物品。还有另外记载说，杜松前巴他在牛年虎月初3圆寂。那他在他圆寂的前2天，也就是初一那一天哦，他初3圆寂的嘛，他就在初一的那一天。那这段故事主要是说，他真的一生对于东西他是没有执着的。总之，他在初一那一天，在他圆寂的前2天，他就跟他的弟子格西藏梭巴等人交代遗言，他说：我个人拥有的东西只有什么呢？只有我现在身上这身法衣，还有呢一个，总之这个魔青科粉的一个器具吧，一个东西。但这个器具好像也是冈波巴大师送他的吧。总之，他的遗言他就说我今生我拥有就只有这身这个僧服这个法衣，还有这个魔青稞粉的器具，其他一切的东西都是属于谁的？都是属于僧团。像是所谓的其他一些物品，有25两黄金、白银、松石、锦缎、牦牛、马匹，还有很多东西哦。他就说：你们几个人弟子，你们要好好管理这些东西，然后呢，要将它们变卖之后分给僧团，分给僧众，然后供养给变成钱供养金，然后供养给僧众。然后还跟他的弟子们说，在我圆寂之后呢，你们还要留在这个寺院至少1、2年。因为在当年呢，这个楚布寺哦，就是杜松琴巴的那个时候，楚布寺现在来讲也是在一个很偏僻的地方，那更不用说当年杜松琴巴那个时候是更偏僻的地方，所以很多时候当时情况是上师在，很多弟子才会聚集在那里嘛。但是你可以看到他的遗言里面很清楚说，就算我圆寂之后，你们还不要就马上离开，你们还要留下来。那当时他的一个弟子就说沧桑，他就说，会有多少人留下来啊？那这时候他问完之后，杜松琴巴就挺直身体哦，就目光炯炯，就很有神的说，至少你们能够待得了1、2年吧。所以有这样一段记载，也就是说，当时楚布寺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偏僻的地方，可能真的是，生活条件很辛苦的一个地方。所以，总之讲到这一段啊，你可以看到，虽然杜松前巴他后来佛性事业广大，受到了很多的供养，但是他圆寂的时候，除了身上的法衣还有魔青科的那个器具之外啊，他没有留下任何个人的财物的。另外还有一位大师叫达隆达隆唐巴扎西巴，
他首先自己出生在一个富裕的家庭，所以他第一次见到了泡沫主吧，就帕朱朵戒的时候，他就能够供养很多的黄金。那后来他也建立了达隆的寺院呢，弘法的事业更加的广大，而且获得很多的供养。然后他就4次前往这个帕莫主巴，就是他的上师那里做了大的供养。据说呢，曾经在一夜之间呢，点燃了200两黄金的一个酥油灯。然后他圆寂的时候呢，他也这个交代嘱咐就说要将所有的财物呢，都捐给帕莫主巴的寺院。后来呢，因为弟子的请求所以他才答应说可以留下少量的一些东西用于他的这个圆寂法会。所以你看，从杜松前巴，从主供吉田松公，还有像大龙宝大龙这位大师，虽然他们说都是这样一位具德的上师，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相对于他们自己的上师，他们另一个身份也就是弟子。所以总之，我觉得这就是要具足条件的上师和具足条件的弟子之间应该有的一些行持方式。好的，今天大概就讲到这里。